佢都無法確定交易是否喺Al親自向佢保證並頒發嘉獎狀嘅同一天達成嘅。況且佢找唔到任何Al明確對佢撒謊嘅證據。最讓佢困擾嘅係Al冇講嘅話。佢冇告訴佢好快就會被要求與新人為了公司和其未來嘅利益分享佢嘅客戶群，如佢後嚟所解釋嘅。Al都冇表示佢期望佢，即使喺佢呢個年齡，都要做佢一貫出色嘅工作，招攬幾個新客戶嚟重建佢嘅客戶群。然而，真正讓但憤怒嘅係Al鼓勵嘅話。我仍然對你嘅能力充滿信心，唔會想着讓你走，就像我以前告訴你嘅一樣。我希望你能找到理由留下來，雖然如果你覺得非走唔可，我當然都能理解。但面臨着一個艱難嘅選擇，佢可以喺健康狀況和體力不如從前嘅時候從頭再嚟，或者佢可以提前退休，嘗試收支平衡。佢知道靠一半嘅慣常佣金佢無法維持生活，佢都越嚟越確信自己被剝削了。佢開始相信Al咩都冇告訴佢，係為了讓佢唔會過早辭職，破壞佢客戶群嘅穩定性，並可能失去其中一些客戶，那可能讓公司蒙受損失，並損害Al作為公司冉冉升起嘅明星之一嘅形象。讓但更難受嘅係佢有多孤單嘅感覺。許多人仍然喜歡Al。老練嘅操控者，我哋都認識跟Al一樣嘅某個人。無可否認嘅聰明和迷人，佢透過睇似支持他人，有使他人給予佢忠誠。事實上，Al唯一真正嘅興趣係自我晉升。Al都講謊，或許佢唔明顯地撒謊，但佢輕易地以隱晦方式透過隱瞞撒謊。當但問及佢喺公司嘅未來時，佢並唔係完全誠實嘅。確實，佢冇計劃解僱佢，並準備喺必要時讓佢繼續留下，但佢確實希望給但施壓，並希望佢最終自願離開。透過避免明顯撒謊，佢保留了表面嘅誠實；透過隱瞞撒謊，佢更有效地完成了佢嘅骯髒工作。但最終對公司嚟講將係太大嘅負擔。Al本可以對佢直講這一點，但佢冇直講，反而回避了呢個問題。這唔係出於對但感受嘅關心，而純粹係為了個人利益。嗰個新人需要時間站穩腳跟，而但喺第3章，對權力嘅無止境追求幫助佢熟悉業務方面可以係無價嘅。如果但辭職或被解僱，但嘅客戶群嘅負面反應可能會損害Al閃耀嘅形象。加上如果但辭職了，同時仍然被保證有工作，Al仍然可以維護自己作為好人嘅形象。如此圓滑嘅手腕係隱性攻擊型人格嘅標誌。但從來都唔係我嘅病人，但我對佢與Al嘅磨難非常了解。恰好後嚟，Al展露了佢真實嘅性格。佢犯下了一項可惡嘅罪行，目前正喺服刑。儘管佢成功地長期欺騙了所有人，佢實際上認為自己能逃脫法律制裁。幸運嘅係，佢冇。但呢個故事應該讓你了解，喺命運最終揭露佢長期成功掩蓋嘅冷酷無情之前，佢性格中早已存在嘅嚴重缺陷。有人講商業世界係弱肉強食，人必須奮力攀上頂端。但有益嘅公平競爭和有時喺職場造成混亂嘅狡猾暗中手腕之間係有區別嘅。唔得唔與一個隱性攻擊型嘅同事共事，可以係一個重大嘅職業壓力來源。以下係一個從唔公開或公平地爭取自己想要嘅東西嘅女性嘅故事。佢嘅進取心、野心以及對權力和地位嘅渴望本身並唔係問題所在。若加以適當管理，呢啲係任何試圖喺其組織中出人頭地並幫助同事追求卓越嘅人所具備嘅理想特質。關於佢真正令人唔安嘅，係佢為得到想要嘅東西而採用嘅艱險方式。公司最敬業嘅女性，對於一個冇擔任行政職位嘅先前培訓或經驗嘅女性，所有人都同意 Betty 儘管如此，仍係公司嘅關鍵人物之一。每當老闆需要完成一項特殊任務，佢可以指望 Betty 嘅努力工作和完成任務嘅意願。佢熟悉組織內大多數嘅運作，喺幾次行政換屆中都幸存下來。佢係唔可或缺嘅。
儘管佢對幾乎每個部門都有價值，並非所有人都喺 Betty 身邊感到自在。每當與佢意見相左時，人們都會有一種唔安嘅感覺。佢嘅一位同事曾講，佢唯一一次挑戰 Betty 時，佢嘅直覺感覺就像佢靠近鄰居嘅籬笆，而另一邊嘅杜賓犬低吼並咧嘴示威嘅時候咁。冇人能指出 Betty 曾對任何人公開做過嘅任何具體殘酷嘅事情，但幾乎出於本能，每個人都知道把佢當作敵人將係唔明智嘅。當澤作為新嘅行政助理加入時，組織中許多人對某些積極嘅變化抱有好高嘅期望。Betty 讓老闆知道，儘管此前已有幾人喺呢個職位上失敗，佢會盡力幫助澤熟悉業務。老闆對佢一貫嘅服務意願表示感謝。佢將澤介紹給 Betty， 讓佢知道佢可以係佢最大嘅資源，並建議佢善待佢。Betty 睇起來對澤好有幫助，佢都頻繁地稱讚佢，儘管佢知道佢想做嘅許多改變都行唔通。佢總係向老闆表示，佢相信澤有最好嘅意圖，即使佢嘅想法唔夠成熟。佢甚至特意告訴佢嘅同事，給澤一點時間學習和成熟，然後佢哋就唔使擔心佢正喺嘗試做嘅某些事情了。與此同時，佢向所有人保證，佢會繼續保持一貫嘅監察，並確保喺與老闆嘅定期會面中讓佢隨時知情。Betty 有點驚訝，佢嘅某些同事實際上似乎喜歡澤正喺做嘅某些改變。然而，更大嘅驚訝係，老闆開始喺佢哋每週嘅會面中改變對佢某些評論嘅性質。佢較少告訴佢諸如我好高興你喺監察着事情之類嘅話。相反，佢開始聽到諸如我起初對澤嘅想法唔確定，但而家佢開始有些道理了，和工人們似乎支持澤嘅新，我哋找到了適合這份工作嘅人之類嘅話。或許佢最大嘅驚訝係發現佢越嚟越少有事情做。人們越嚟越喜歡澤，Betty 心裏清楚。有一天喺與老闆嘅妻子共進午餐時，佢驚訝地得知佢嘅僱主對澤正變得多麼私人地依附。佢都了解到一些佢之前唔知道嘅關於佢老闆嘅事情。佢發現了佢可以多麼嘅古怪和思想封閉，就像佢喺得知一個司機係同性戀後將其解僱嘅那次一樣。Betty 後嚟告訴一位朋友，佢喺嗰個時候去找老闆令佢多麼痛苦。畢竟，佢講，佢真嘅唔想傷害澤。佢只係認為，如果關於澤嘅全部真相為人所知，佢嘅老闆將會有更充分嘅了解，公司都將得到更好嘅服務。我只係想讓你知道，我唔同意嘅係佢制定嘅短視計劃，長官。你知道，我個人喜歡澤，佢堅持講。我知道有些人談論這件事，但佢嘅性取向係咩根本唔困擾我。澤對自己與老闆之間越嚟越大嘅距離感到越嚟越苦惱。佢無法想象佢哋所建立嘅融洽關係為何如此迅速地惡化了。由於與上司嘅接觸減少，佢對 Betty 提供資訊以及倡議佢嘅計劃越嚟越依賴。佢幫助佢睇到，老闆對佢某些工作越嚟越唔滿意，但唔想經歷解僱佢所帶來嘅情感折磨。佢甚至對 Betty 費心給了佢一些喺另一家公司可能有職缺嘅消息，感到有些安慰。當澤離開嘅那天，每個人都感到驚訝。那就係講，每個人除了 Betty。佢已多次告訴自己，並試圖告訴其他人，佢淨係唔適合這份工作。畢竟佢喺嗰度嘅時間夠長，知道咩對公司最好。但佢唔能花時間擔心澤或任何可能嘗試接替佢嘅人。佢有好多工作要做。骯髒嘅手腕，我非常清楚人們喺職場上對辦公室惡女所做嘅刻板印象，以及大多數時候呢種行為中固有嘅性別歧視。我都清楚喺對展現任何形式攻擊性行為嘅男女作出價值判斷時，往往存在雙重標準。所以我知道審視 Betty 嘅攻擊性性格充滿了潛喺嘅政治唔正確風險，但我並唔認為你喺閱讀 Betty 嘅故事時可能感受到嘅唔適，只係因為佢係一個表現攻擊性嘅女性。令你唔適嘅係 Betty 做事嘅方式，係佢骯髒暗中嘅爭鬥方式。
你唔知道嘅可以傷害你隻喺好大程度上係因為喺競爭激烈嘅職場中，對地盤主義以及攻擊型人格如何劃定自己勢力範圍缺乏認識，而被操控失去了工作。雖然佢被聘用係為了填補行政助理嘅職位，一個儘管此前有幾次嘗試，從未正式確立且從未成功填補嘅職位，但已經有人喺擔任嗰個角色。從佢第一分鐘嘗試做佢被聘用去做嘅事情開始，Jack 就侵入了 Betty 早已宣稱為己有嘅領地。所以，從一開始 Betty 就喺審視佢嘅脆弱性，尋找最有效嘅攻擊點。因為 Jack 唔認識 Betty 嘅人格類型，佢冇預料到佢為維持權力而可能採取嘅行動。佢假設佢所有表面上嘅幫助和支持都係真誠嘅。和許多人一樣，佢真嘅唔理解有些性格與佢自己截然唔同嘅人嘅存在。唔知道如何識別一隻狼或一隻披着羊皮嘅狼，係佢最大嘅脆弱性。Jack 此後學會了識別這類人。唔幸嘅係，佢唔得唔以慘痛嘅方式學到這一課。反應性攻擊性與掠奪性攻擊性 Betty 獨特嘅按自己方式行事和緊握權力嘅風格，說明了一個關於攻擊行為嘅觀點，而這一觀點太常被專業人士所忽視。攻擊性可以係兩種截然唔同嘅類型，反應性攻擊性 （reactive aggression） 和掠奪性。一些研究人員更喜歡工具性呢個詞，攻擊性。反應性攻擊性係對威脅性情況嘅情緒反應。佢唔係我哋計劃做嘅事，而係當我哋非常恐懼且無路可逃時，我哋會自發地做嘅事。反應性攻擊性嘅整體特質與掠奪性攻擊性截然唔同。一位我曾出席嘅工作坊演講者使用了一個我覺得非常有用嘅類比。佢指出，當一隻貓面臨威脅性情況，例如一隻鬥牛犬靠近時，佢會表現出某些固定模式嘅行為。首先，佢會弓起背，佢可能會亮出爪子，佢可能會嘶嘶作聲，佢嘅毛髮會豎起來，佢嘅情緒就喺表面。儘管恐懼，佢把眼睛集中喺潛喺嘅攻擊者身上，並盡一切可能公開而明顯地表示其準備攻擊嘅意願，希望攻擊者退縮，咁佢就唔使戰鬥了。敵人知道可能會發生咩，並有機會逃跑。掠奪性或工具性攻擊性則截然唔同，佢唔係即時嘅反應，而係有計劃嘅、刻意嘅主動行動。佢都唔主要由恐懼驅動，而係由慾望所激發。行為模式都唔同。當一隻貓喺狩獵，例如發現了一隻老鼠時，佢保持低姿態，無法平靜、安靜而謹慎。佢喺準備撲向獵物時，盡可能保持冷靜和沉着。預定嘅獵物永遠唔會睇到即將發生嘅事，如果睇到了，通常都已經太晚了。當一隻貓正喺跟蹤一隻老鼠準備作為午餐時，假設佢咁做係出於對老鼠嘅恐懼，對老鼠感到憤怒，普遍存在未解決嘅憤怒問題，或者係喺重演過去被老鼠受害嘅創傷等等，將係荒謬嘅。然而，呢啲恰恰係當許多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和普通人同樣將掠奪性攻擊者送入憤怒管理課程或親密關係恐懼小組時，佢哋所做嘅假設類型。對一些人嚟講，好難理解掠奪性攻擊性嘅簡單根源，同樣難以接受所有生物都有能力表現出呢種類型嘅攻擊行為。流行嘅智慧會認為 Betty 害怕失去工作，並透過除掉佢嘅敵人對威脅作出反應。但前文故事中佢嘅行為，與其講像受驚嚇嘅貓，不如講更像喺狩獵嘅貓。如同所有掠奪性攻擊性一樣，Betty 並非受恐懼或慾望以外嘅任何情緒驅動。就像那隻只係想要午餐嘅貓，Betty 嘅行為反映了佢對權力和地位嘅渴望。Betty 喺得到並維持佢方面係狡猾、精明和詭計多端嘅。當佢對付 Jack 時，佢保持低姿態、冷靜、沉着、安靜，喺佢出擊之前從未被視為威脅。Jack 從來冇睇到即將發生嘅事情。攻擊型人格唔中意任何人強迫佢哋做唔想做嘅事，或者阻止佢哋做想做嘅事。從來唔係佢哋接受嘅答案，因為佢哋如此主動地抗拒對其行為或慾望嘅任何限制，
佢哋難以形成健康嘅良知。良知可以被概念化為對唔受約束地追求個人目標嘅一種自我施加嘅障礙，係一個人內喺嘅剎制。攻擊型人格抗拒社會告誡佢哋安裝呢些剎制嘅規勸，佢哋往往從早期就抵制社會化嘅過程。如果佢哋嘅攻擊性傾向唔係太強，並且如果佢哋能睇到自我約束嘅某些好處，佢哋或許會內化一些抑制。但一般而言，佢哋所形成嘅任何良知都好可能係嚴重受損嘅。這係良知發展嘅核心，將社會禁令內化係順服嘅明確行為。因為所有攻擊型人格都厭惡並抗拒順服，佢哋必然發展出受損嘅良知。隱性攻擊者嘅良知以幾種獨特嘅方式受損。透過避免對他人表現出明顯嘅敵意行為，佢哋成功地說服自己和他人，講佢哋並非佢哋實際上咁嘅冷酷之人。佢哋可能遵守法律嘅字面意義，卻輕易地違背其精神。佢哋可能喺符合自身最大利益時表現出行為上嘅約束，但佢哋抗拒真正地將自己服從於任何更高嘅權威或原則。許多人問過我是否真的確定隱性攻擊者像我所描述嘅咁工於心計？也許佢哋只係控制唔了自己。佢哋講，佢哋一定係喺潛意識中咁做嘅。雖然一些隱性攻擊者喺某種程度上係神經質嘅，因此傾向於喺自欺欺人地掩蓋其攻擊意圖方面，但我所遇到嘅大多數隱性攻擊者，主要係性格失調嘅，主要努力向他人隱瞞其真實意圖和攻擊性意圖。當佢哋受到嚴密審查或感到脆弱時，佢哋可能表現得彬彬有禮，但當佢哋相信自己唔會被發現或受到懲罰時，那就完全係另一回事了。以下嘅案例就係一個例子。第4章，欺騙與誘惑嘅傾向。 Mary Jane 嘅故事。 Mary Jane 幾乎要放棄了，佢嘅丈夫為了一個年輕女人拋棄佢，唔得唔獨自撫養兒子，這已夠糟了。而家佢正喺進行第11次工作面試，喺5週嘅我哋會給你打電話之後，佢已經走投無路。這次佢冇試圖掩飾這一點。Jackson 先生，佢懇求道，如果你僱用我，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會比你遇到嘅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我非常需要這份工作。第2天開始工作時， Mary Jane 心中充滿了佢幾個月嚟未曾有過嘅希望。然而，佢仍然感到相當脆弱。佢讓 Jackson 先生知道佢有多絕望，從未就起始薪資或最終嘅薪酬和晉升機會進行任何談判。但 Jackson 先生知道佢工作經驗甚少，卻願意給佢一個機會。就佢而言，這說明了佢係個唔錯嘅人。喺嗰啲喺老闆身邊感到唔自在嘅日子裏， Mary Jane 記住了這份工作對佢眼前嘅安全感以及未來嘅重要性。儘管當佢如此貼近地傾身喺佢肩上，或如此專注地凝視佢時，佢有些唔安，佢還是能夠淡化這一切，並將注意力集中喺自己嘅首要事務上。這似乎只係佢嘅風格而已。佢對女性員工一向友善，況且佢十分公開地表示自己係個幸福嘅已婚男人，並似乎喜歡喺妻子和孩子到訪辦公室時誇耀佢哋。只係喺大約1年後，喺冇加薪且工作職責唔斷增加嘅壓力下， Mary Jane 才開始認為佢應該與老闆進行一次認真嘅談話。當然，佢之前已找過佢，但佢知道，當佢指出儘管佢喺佢嘅公司表現良好，佢並冇真正可以喺市場上流通嘅技能有咁嘅機會已經係幸運時，佢講嘅係對嘅。佢還提醒佢許多次，佢曾主動提出喺其他員工唔知情嘅情況下，為佢安排一些特殊嘅安排，為額外嘅工作提供額外報酬，從而消除同事之間產生破壞性嫉妒嘅可能性。然而，喺晚宴上見面以及喺佢嘅外地度假屋工作嘅想法，令佢感到唔安。佢從未直接向佢表達佢嘅唔自在，因為佢唔想冒犯佢。況且，佢唔確定自己是否有任何正當理由感到唔安。有一天，佢工作到好晚，周圍冇其他人， Mary Jane 決定直接質問 Jackson 先生。佢覺得佢必須表達對工作需求唔斷增加，以及唔同於他人，
佢從未獲得加薪這一事實嘅擔憂。也許只係因為只有佢和老闆兩人喺那棟空曠嘅大樓裏，但傑森先生整個人嘅態度似乎唔同了。我還以為你係個機靈嘅女孩，佢脫口而出。如果你願意好好把握，你幾乎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嘅。Mary Jane 感到佢嘅緊張情緒上升，佢催促佢講得更具體。佢對佢似乎絲毫未注意到佢喺工作中成長了多少，以及佢以多大嘅奉獻精神和感激之心承擔了增加嘅責任，表示震驚。別自作多情了，佢反唇相譏。呢度有好多人知道自己嘅麵包從哪邊塗了奶油。有些人配合得多了，你睇佢哋走到了哪一步？整整1年了，我一直喺等你睇清現實。Mary Jane 感到如此被利用，佢都瞥見了佢一直以來懷疑卻從未能證明嘅事情。而家佢有了證據，卻冇目擊者。更糟嘅係，佢陷入了真正嘅困境。佢知道傑森先生講嘅係對嘅，當佢指出，如果佢有大膽離職，從佢唯一嘅僱主嗰度獲得良好嘅推薦信係多麼重要。雖然佢為自己感到羞恥，但佢仍然如此迫切地需要佢嘅財務支持，以至於無法就此離開。被操控和被剝削， Mary Jane 討厭睇到傑森先生每天喺秘書隔間之間巡視時臉上嗰個微笑，偶爾停下來分享佢兒子嘅照片，或炫耀佢為妻子生日購買嘅新戒指。正係嗰個自信嘅微笑，最終讓佢辭職了。佢再都受唔了。逃脫懲罰隱性攻擊者利用嗰啲佢哋非常清楚受害者脆弱性嘅情況。佢哋往往對與之交往或共事嘅人類型非常挑剔。佢哋特別善於找到並讓他人保持喺劣勢地位。佢哋享受處於對他人嘅權力地位。以我嘅經驗，一個人如何使用權力，係對其性格最可靠嘅考驗。Mary Jane 嘅老闆無疑係性格失調嘅，佢係一個有節制攻擊型以及隱性攻擊型人格。雖然佢睇起來像係嗰種願意給人一個機會嘅人，但佢係冇良知嘅。佢指望 Mary Jane 嘅脆弱性給佢帶來優勢，相信自己唔會因其行為而被發現和懲罰。佢最終讓自己嘅真實性格顯露了出來。反社會人格嘅良知，但冇其記錄第5章，唔擇手段嘅鬥爭。傑森先生對他人嘅權利和需求幾乎毫無顧忌。有些人可能傾向於將佢標籤為反社會，甚至係反社會人格者，但佢並非每天都喺做對抗社會嘅事情。佢從未違反任何重大法律，並透過佢嘅商業企業係其社區中積極建設更美好社會嘅成員之一。因此，根據定義，佢並非反社會嘅。但我哋確實需要一些標籤嚟描述佢對他人嘅冷漠漠視，以及佢操控和剝削他人嘅意願。佢嘅良知顯然受損，但我哋冇足夠嘅跡象表明佢已完全冇良知，以至於我哋可以正當地稱佢為精神病態者或反社會人格者。但佢肯定符合第1章所列嘅有節制攻擊型和隱性攻擊型人格嘅所有標準。傑森先生邪惡嘅根源，有人認為像傑森先生咁嘅人係邪惡嘅，但佢身上咩令佢邪惡？佢只係因為帶有攻擊性就係邪惡嘅嗎？攻擊性本身係一種罪孽嗎？對他人嘅攻擊性可以造成痛苦和痛苦，所以好容易認為佢係邪惡嘅。但並非傑森先生所有嘅攻擊性都對他人造成了痛苦。佢適當地疏導嘅攻擊性係其商業成功和幾名員工財務幸福嘅原因。但傑森先生未能完全認領並負責任地約束佢嘅攻擊性傾向。當談到從他人嗰度得到佢想要嘅東西時，佢對自己幾乎唔設限制。佢知道如何維護外表，知道如何掩蓋自己嘅行跡。佢甚至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一旦被找嘅話。所以傑森先生嘅邪惡係，儘管佢知道如何表現良好，佢卻從未承諾透過接受必要性並為約束攻擊性做出艱難嘅工作嚟真正地成為一個好人。處於劣勢地位喺每個人嘅生命中，都有一些時候佢哋唔可避免地處於劣勢地位，容易成為操控嘅目標。
Jackson 先生唔使使用許多常用手段嚟操控 Mary Jane。佢非常清楚佢嘅脆弱性，並利用了這一點。佢讓佢喺與同輩相比嘅劣勢地位上越陷越深，然後提供了一條佢認為佢因處境唔利而唔能拒絕嘅出路。這係佢嘅主要操控手段。Mary Jane 或許應該花更多時間評估佢將要為之工作嘅嗰個人嘅性格，但佢真嘅需要一份工作。佢處於一種無法避免嘅脆弱地位，好容易成為操控和剝削嘅目標。佢嘅經歷讓佢了解了一些重要嘅事情，關於處於脆弱地位嘅危險，以及喺處於如此境地時，喺嗰啲可能輕易利用佢嘅人嘅性格中需要尋找嘅東西。隱性攻擊者使用各種計謀喺關係中讓伴侶保持喺從屬地位。當然，讓一段關係運作需要兩個人，每一方都必須為自己嘅行為承擔責任。但隱性攻擊者往往如此善於利用他人嘅弱點和情緒唔安全感，以至於幾乎任何人都可能被愚弄。與隱性攻擊者處於虐待性關係中嘅人，往往最初被佢哋口若懸河、表面迷人嘅方式所誘惑。等到佢哋意識到伴侶嘅真實性格時，佢哋通常已喺嘗試令關係成功上投入了大量嘅情感，這使得就此離開變得非常困難。嗰個無法離開嘅女性 Janice 對佢即將要做嘅事情感到內疚。佢已經感到內疚幾天了。佢要離開 Bill。佢冇計劃離婚，但佢想要時間和個人空間嚟整理思路。佢唔確定確切嘅原因，但佢感覺如果繼續住喺同一棟房子裏，唔知為何佢將無法清晰地思考。所以，佢決定暫時離開一段時間。喺外地探望佢姐姐嘅時候， Janice 意識到離開如此多嘅日常家庭衝突係多麼令人如釋重負。並唔係佢討厭幫助2次離婚嘅女兒撫養冇父親嘅孩子，都唔係佢想拋棄兒子。佢喺退學和再次被解僱後，需要一個棲身之所。但佢似乎總係喺付出，只係為了讓事情運轉。而家精疲力竭嘅佢，需要為自己做些咩？佢感到寬慰，但一如既往都感到內疚。Janice 大多數時候感到內疚，係因為離開了 Bill。佢聽佢講起工作上嘅壓力，係嘅，佢又喺喝酒了，但唔像以前那麼嚴重。也許 Bill 講佢最近冇給予佢所需嘅關注和情感支持係有道理嘅。也許佢喺最唔該亂花錢嘅時候確實花費過多，正如 Bill 所講。但近日嚟因為佢嘅行為方式，佢冇多少心情支持佢，這都讓佢感到內疚。Janice 感到最內疚嘅係當佢想到如果佢永遠離開 Bill 會點樣。佢之前嘗試過幾次離開佢，這對佢嘅康復總係一個重大嘅打擊。佢從幾次迫使 Bill 去接受28天療程嘅治療時，對化學依賴學到了好多。但佢喺 Bill 嘅堅持，佢唔需要輔導、治療或是走這匿名互助會，因為正如佢解釋嘅，當工作順利，孩子一切安好，且佢支持佢時，佢嘅飲酒從來都不過量，中睇到了一定嘅邏輯。Bill 講得對，佢想，佢淨係喺佢考慮離開佢嘅時候才復發成更嚴重嘅飲酒或做嗰啲喝酒引起嘅事，即暴怒、尋花問柳和欺騙行為。儘管有佢慣有嘅罪惡感， Janice 確信這次會有所唔同。這次 Bill 講佢理解了，佢以前都咁講過，但而家佢聽起來更真誠了。佢告訴佢，如果佢需要一些時間獨處，就應該去擁有佢。畢竟佢仍然愛佢。Bill 告訴佢唔使擔心工作上嘅問題堆積，孩子們似乎需要大量關注，或者佢又有了大量飲酒嘅情況。佢理解佢需要照顧自己。也許佢告訴佢，佢會發現自己對佢嘅思念，就像佢已經開始思念佢一樣多。起初搬進公寓和尋找工作嘅折騰令 Janice 幾乎冇時間想到 Bill 或孩子們。Bill 起初冇點樣打電話，正如佢講嘅咁。佢解釋講，佢最近頻繁致電嘅唯一原因係佢知道佢會想了解孩子們嘅情況。喺佢最後一次通話中，
Bill 嘅聲音聽起來顫抖，講嘢有點含糊。佢告訴 Janice 唔好擔心佢喝酒嘅誘惑，或佢可能即將失業嘅可能性。佢堅持講，佢正喺盡力獨自處理佢哋分居帶來嘅深切痛苦和孩子們嘅問題。幾週之內 ，Janice 開始感到非常內疚。從醫院打嚟電話嘅那天 ，Janice 如此困惑。過量服藥，佢自問：我點樣可能對一個過量服藥嘅人感到憤怒？唔確定自己嘅憤怒是否有正當理由，佢最終深陷罪惡感和羞恥感之中。睇到Bill躺喺那張醫院病床上，那根抽出佢胃裏東西嘅管子，醫生講佢服用嘅止痛藥劑量根本唔足以造成任何真正嚴重嘅傷害，這對佢已無關緊要了。佢只係睇着佢，想象着一定係咩樣嘅痛苦和煎熬驅使佢做出如此嘅事情。佢再次開始相信佢太自私了。Bill 需要佢想，這讓佢感到良好。被需要嘅感覺總讓佢覺得自己係有價值嘅。佢伸出手握住佢嘅手。我唔以為你會嚟，佢講，但我好高興你喺我身邊。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撐唔下去了。佢補充講，而家你回來了，我確信我可以完美嘅受害者。當 Janice 接到醫院嘅電話時，佢最初感到憤怒。然而，佢唔理解點解。佢嘅直覺告訴佢自己正喺被虐待，但 Bill 並冇對佢做過任何明顯殘酷嘅事情，所以佢冇賦予自己感受合理性。佢嘅憤怒好快被慣有嘅罪惡感所遮蓋，結果佢只係將 Bill 視為受害者，而非操控者。隨着佢繼續回去忍受同樣嘅一切，佢嘅罪惡感會消散。但挫折感和悲傷好快就會升起，這係佢經歷了許多次嘅無休無止嘅惡性循環。Bill 以無比嘅精準使用扮演受害者角色 （playing the victim role） 嘅手段，佢知道如何博取同情，讓他人感覺喺佢最需要嘅時候遺棄佢係壞人。而 Janice 具備了所有正確的人格特徵，讓佢對呢個手段完全上當受騙。佢討厭把自己視為壞人，佢唔中意傷害任何人。事實上，佢係嗰種對所有其他人嘅福祉嘅關心遠超過對自己嘅人。當佢認為自己喺自私時，佢被罪惡感和羞恥感所困擾。所以，當Bill結合了扮演受害者角色和勾起罪惡感 （guilt tripping） 以及羞辱手段時，Janice 就準備承擔一切了。Bill 都善於將自己行為嘅責任外化。佢聲稱佢只係喺飲酒時才出軌和暴怒，而佢只係喺 Janice 情感上忽視佢時才飲酒。佢有兩個完美嘅替罪羊 ，Janice 和酒精。比佢推卸責任這一事實更具破壞性嘅，係 Janice 陷入了呢個計謀嘅事實。食角子老虎機症候群喺虐待性、操控性嘅關係中，可能會發展出一種促使受害者即使喺多次想過離開嘅情況下仍留下來嘅症候群。我稱之為食角子老虎機症候群。任何玩過嗰啲毒被強盜嘅人都知道，即使你正喺輸得好慘，都好難停止拉桿。一個人可能陷入呢種症候群，主要有4個原因。首先，有大獎嘅吸引力。人們往往急於抓住機會，用最初睇起來相對較少嘅投入，獲得大量對自己非常有價值嘅東西。其次，你嘅努力是否能得到任何回報，只取決於你願意回應嘅程度。行為主義者稱之為比率強化時間表。對於食角子老虎機，你必須做大量嘅回應投入，才有機會贏。第三，偶爾會出現一個百搭或某個類似的小獎，你贏了一點東西。這強化了一個概念，即你嘅投入並非徒勞。如果你繼續投入，贏得更大嘅回報確實係可能嘅。第四，喺你被機器嘅虐待磨損並受到離開嘅誘惑之後，你面臨着一個最艱難嘅困境。如果你離開，你就拋下了大量嘅投入。你唔只係要離開你嘅施虐者，還要離開你嘅一大部分自己，帶着一個被破碎嘅精神。除此之外，咩都冇地脫離，係好難做到嘅。你受到誘惑，欺騙自己講，如果我再投一個硬幣，
喺佢哋關係嘅早期，Bill 對 Janice 非常體貼和奉承。對 Janice 嚟講，呢啲都係佢真正認可佢嘅跡象。佢非常重視呢種明顯嘅認可。然而，好快就清楚了 ，Janice 將好少得到認可嘅信息，而且幾乎得唔到 Bill 嘅情感支持，除非佢喺滿足佢嘅心願上投入大量嘅自己。每隔一段時間，當佢照顧到佢所有嘅需求時，佢就會給佢一點佢想要嘅認可。多年嚟，佢為獲得嗰啲微唔足道嘅回報投入了大量嘅自己。呢種症候群讓佢產生了控制嘅幻覺，同時佢卻被榨乾了。但而家佢已投入如此之多，佢好難現實地考慮離開。況且，如果佢離開並承認自己喺幾年中犯了大錯，佢好可能會為自己感到羞恥。羞恥感和罪惡感對 Janice 嚟講係非常大嘅問題，讓佢更難以離開。第6章，殘缺嘅良知攻擊型人格與康復計劃 Janice 同 Bill 嘅案例，加上其後許多類似案例，令我明白到一個道理：傳統康復模式嘅核心理論原本係為真正嘅化學物質成癮而設計，但一旦應用喺有攻擊型或隱性攻擊型人格障礙嘅物質濫用者身上，就會帶嚟傷害。呢啲模式往往促使我哋將一個具虐待性、情感上獨立嘅人格視為受害者同依賴者。以傳統模式嚟睇， Bill 係化學物質依賴者，而 Janice 係共同依賴者。近年嚟，有部分執着嘅專業倡議人士更將共同依賴模式擴展至涵蓋所有類型嘅人際依賴。喺呢個被過分誇大嘅框架下，人人喺某種程度上都係共同依賴者。固然，真正嘅依賴同共同依賴係存在嘅，但並唔似好多人所聲稱嘅咁普遍。喺更多有問題嘅關係裏，其實係一方情感獨立、具虐待性，而另一方缺乏安全感，掙扎於過度嘅情感依賴之中。Bill 係一個積極獨立型、攻擊型人格，係施虐者。Janice 唔係共同依賴者，而只係單純嘅依賴者，係理想嘅受害對象。Bill 積極獨立嘅應對方式幾乎體現喺佢所做嘅每一件事上。佢一向為自己打工，因為佢極度厭惡向任何人交代。當佢同夥伴打高爾夫球，佢永遠係駕車嗰個。儘管我哋可能會擔憂佢長期飲酒嘅後果，但佢一直打算好好照顧自己。佢秘密開設咗一個銀行戶口，用嚟資助部分同夥伴嘅商務旅行，仲為自己同一長串女性相識嘅幽會維持着一個秘密居所。雖然佢扮演需要 Janice 嘅丈夫呢個手段令人感覺佢好依賴 Janice， 但佢想留住佢嘅原因主要係出於現實考量。佢擁有大量財富同資產，唔想面對公平嘅離婚協議。佢寧願將 Janice 留喺身邊，暗中繼續所有風流韻事。毫無疑問， Bill 係個非常獨立嘅人。當然，可以提出一個論點：化學依賴係一種獨立嘅狀況，與情感獨立或依賴無關。但我嘅臨床經驗係，有虐待性人格嘅人喺佢哋生命中有着某種關係嘅所有對象身上，都顯示出相似嘅行為模式，包括佢哋嘅慣用藥物。Bill 從未符合真正化學依賴成癮嘅標準。佢嘅飲酒模式更接近於周期性物質濫用者嘅模式。從明顯嘅跡象判斷， Bill 係一個物質濫用者，同時亦係一個人際濫用者。根據我嘅臨床經驗，以及越嚟越多專業人士嘅共同經驗，患有攻擊型人格障礙嘅人喺以任何方式將佢哋視為依賴者嘅治療方案中，效果都非常差。當 Janice 過去嘗試強迫 Bill 接受治療，佢為了讓 Janice 息事寧人而配合去了。佢被送入當地一間醫院嘅成癮障礙病房。呢類以12步驟康復模式為基礎嘅化學依賴治療計劃，對所有攻擊型人格嚟講都係格格唔入嘅。要佢哋承認自己喺任何方面係冇力嘅，呢個挑戰咗佢哋最深層嘅信念。相信一股更高力量掌握着佢哋康復嘅鑰匙，根本與佢哋膨脹嘅自我評價格格唔入。要佢哋將意志同行為交給一股更高力量，對佢哋嚟講真係極度難以忍受。要求佢哋以任何方式視自己為依賴者，而佢哋一生都珍視自己積極嘅人際獨立性，根本係唔合理嘅。
若被迫接受治療，佢哋可能會講出所有正確嘅講嘢嚟擺脫他人嘅糾纏，呢個係表面順從嘅手段，但佢哋幾乎從唔會真心接受這類計劃嘅核心理念。正如唯命係從嘅人格往往係咁。Janice 最初被表吸引，係因為佢自信、獨立嘅風格令佢喺身旁時感到安全。佢從唔太睇得起自己，或者自己照顧自己嘅能力，依賴他人嘅認可同支持才能獲得任何自我價值感。佢長期容易受到剝削。Janice 嘅行為更準確地符合成癮嘅經典模式。傳統康復計劃嘅核心理念，正係為佢度身訂造。由於佢嘅自我價值感依賴於Bill聲稱重視佢，佢已對佢上咗癮。更重要嘅係，佢無法放棄對自己有破壞性嘅關係，因為佢已習慣咗這段關係中痛苦嘅一面，同時仍然從中得到一些佢迫切需要嘅東西。隨着忍耐力越嚟越強，佢需要越嚟越多嘅虐待，才能感受到足夠嘅痛苦而想要擺脫成癮。當佢嘗試脫離時，佢會出現心理戒斷反應。忍耐性同戒斷症狀係真正成癮嘅標誌性特徵。像 Janice 呢類人往往喺家屬互助會 Al-Anon 或所謂共同依賴小組中表現良好，因為與佢哋有虐待傾向嘅伴侶唔同，佢哋嘅行為模式非常符合依賴模式，並且正如該模式所預測，有時佢哋會情感上跌到谷底，痛苦到足以採取必要嘅步驟去康復。虐待性關係嘅本質，有位出席我工作坊嘅人問我，如果Bill至少唔係喺某種程度上對 Janice 有共同依賴，佢點解要咁拼命阻止失去佢呢？我嘅回答係，Bill作為一個攻擊型人格，只係純粹厭惡失敗。失敗意味着放棄一個主導同控制嘅位置，而無論喺哪段關係裏，Bill都追求處於上風，掌控全局。喺任何虐待性關係中，對方從來都唔係攻擊者真正渴望嘅對象，嗰個位置才係。每次 Janice 感到有足夠力量，甚至只係想離開，權力嘅平衡就會被打破。就係喺呢個時候，Bill 發動戰爭。佢唔係為了留住佢愛、想要或需要嘅女人而戰，而係為了繼續處於上風而戰。作為一個性格有缺陷嘅人，Bill 同時傾向於將 Janice 視為一件財物，因此佢係唔可以擁有自己嘅生活，甚至同其他人過更好嘅生活嘅。喺Bill眼中，佢係佢嘅財產，而佢嘅任何獨立行動都被視為對佢本人以及佢主導之權利嘅拒絕。第7章，受虐與操控嘅關係。多年以來，專業人士一直專注於研究兒童嘅恐懼同安全感如何影響其人格發展，但佢哋並未給予足夠關注去研究兒童如何學會約束並引導自己嘅攻擊本能。似乎當面對審視同應對真相，為何以及如何兒童會爭鬥，以及其攻擊程度如何塑造其人格嘅時候，專業人士出現了嚴重嘅否認現象。兒童天生為自己想要嘅事物而戰。喺其社交發展早期，佢哋進行公開，通常係肢體上嘅爭鬥。對大多數兒童嚟講，呢個策略被證明唔成功，並招致重大嘅社交制裁。如果佢哋嘅父母有足夠嘅管教技巧，佢哋嘅社交環境足夠良善，而且兒童本身足夠易於改變，大多數兒童就會學會調節自己過度嘅攻擊傾向，並探索其他贏得人生戰役嘅策略。喺呢個過程中，許多人會發現父母及他人擁有嘅情感按鈕，一旦按下，就會促使他人喺衝突中退讓或讓步。佢哋亦學會哪些講嘢或行為，或唔講唔做，能令對手蒙喺鼓裏，失去平衡或處於守勢。於是呢啲兒童學會了隱蔽地爭鬥。由於許多社會因素，寬容縱容、溺愛、虐待、忽視以及缺乏責任追究，如今公開攻擊型同隱性攻擊型、具操控性嘅兒童似乎越嚟越多。我嘅觀點可能帶有偏差，因為我早年工作中大約一半係針對情緒及行為失調嘅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然而，我對我所見嘅案例數目感到唔斷驚訝。一個兒童通過過於熟練地掌握操控手段，喺家庭中獲得了過分龐大嘅權力。以下故事即基於其中一個案例。Amanda，暴君型兒童 Jenny 感到相當緊張地坐喺候診室裏面。
佢好擔心自己嘅女兒。Amanda 講過嘅話一直喺佢腦海中回響。你一定覺得我瘋咗，因為只有瘋人才去見腦科醫生。還有你總係對我有壞嘅看法，擔心 Amanda 又要見另一位專業人士嘅反應。Jenny 獨自嚟了第一次會面。我非常擔心我嘅女兒，佢解釋道。佢一定自尊心好低，被要求進一步說明。佢講起有一次佢取消了 Amanda 嘅課外活動特權，條件係要佢開始準時交功課。佢記得 Amanda 嚎啕大哭，放聲尖叫。你以為我係故意唔記得嘅咩？你以為我笨，而家仲欺負我？人人都憎我，老師憎我，而家連你都憎我，然後躲進自己房間。我唔係想傷佢嘅心，Jenny 講。我相信佢已經對自己感覺足夠差了。我嘗試告訴佢，我只係想幫佢對功課更負責任，我只係針對佢嘅行為，唔係針對佢本人。但佢都唔肯同我講嘢，直到我告訴佢喺同佢老師傾談之前會暫緩懲罰。呢個似乎令佢稍微開心咗。Jenny 講 Amanda 唔停投訴老師針對佢，可能有些道理。佢之前嘅名聲確實係有問題，但 Amanda 而家真係唔同了。Jenny 解釋道，直到去年，佢都比佢弟弟Joey，更何況學校好多同學都要高大。佢以前會打Joey，欺凌佢，又因為喺校車上打架而被停課。佢老豆同我以前一直都要處理呢啲問題，但而家其他同學都追上了佢。雖然年紀較少，Joey亦經歷了一個成長期，而家比佢更高大。Joey 唔係要壓佢，但 Amanda 同佢嘅相處方式亦跟以前唔同了。Jenny 表示擔心 Amanda 一定感到唔安全，因此對學校同學說嘅話過分敏感。佢講 Amanda 經常告訴佢其他人如何欺負佢，令佢發脾氣，而老師總係將佢標籤為有行為問題，從來唔注意其他人欺負佢。Amanda 多次都同佢講過呢啲情況。從某種程度上，我認為 Amanda 跟我小時候一樣缺乏安全感，自尊心低。Jenny 指出，我以前得唔到需要嘅支持就會抑鬱，而我哋以前見過嘅一位輔導員認為 Amanda 可能有抑鬱。Jenny 講到 Amanda 多次威脅離家出走，講不如死了算，又想搬去同父親住，因為佢理解佢。我覺得佢感到無助同抑鬱，係咪？我認為佢自離婚後一直有呢種感覺。我2年前同 Amanda 爸爸離婚，可能係個錯誤。我嘗試理解佢嘅唔安全感，但我再都無法忍受被打。我希望 Amanda 開心，唔想佢憎我。你認為我哋可以幫到佢嗎？我哋一定要做啲咩？今日校長打電話嚟講要停佢嘅課，我求佢等我幫佢揾到幫助先。換了個名字嘅我爸 Amanda 唔再像以前咁打架了，佢已唔再擁有以前嘅體型同體力優勢，但 Amanda 仍然係個好鬥嘅人，係個十足嘅護霸，只係佢嘅方式改變咗。佢已摸清佢媽媽嘅弱點，亦知道用咩手段令 Jenny 屈服。像大多數人一樣，Jenny 喺攻擊行為係公開、直接、肢體性嘅時候更容易識別。事實上，佢以前同佢前夫同女兒鬥爭嘅時候，處理方式係大唔同嘅。但因為佢睇唔見 Amanda 而家行為中嘅攻擊性，佢唔自覺地縱容咗呢種行為。結果 Amanda 變成了一個頗厲害嘅操控者。諷刺嘅係，正因為 Jenny 睇唔出 Amanda 幾時係喺爭鬥，又唔知點樣頂住佢，佢又再次遭受虐待。我記得 Jenny 第一次嘗試描述 Amanda 頻繁嘅言語攻擊時嘅情形。我唔可以同佢講任何嘢，佢抱怨道，佢會變得超級防衛。我問，你講防衛係咩意思？Jenny 解釋講，佢開始向我大喊係個壞媽媽，仲威脅要做一些可怕嘅事情。我好奇地講，你用防禦性行為嚟形容呢啲無休止嘅言語攻擊，真係幾有趣。根據你所講嘅，似乎每次你要求 Amanda 做一些佢唔願意做嘅事，或者指出佢一些你希望佢改變嘅行為，佢就會迅速採取攻勢。我想那係另一種看法，係 Jenny 嘅回應。但點解佢如果唔係感到受威脅，佢會去攻擊呢？問題嘅根源正如太常見咁， Jenny 一直喺尋找 Amanda 行為嘅根本原因。根據佢所熟悉嘅心理學，
佢相信某種恐懼或唔安全感一定係 Amanda 問題嘅根本。顯然，喺佢仍然已婚嘅時候，佢亦嘗試為佢丈夫嘅虐待行為尋找潛喺原因。而家 Amanda 可能確實正與某些恐懼同安全感作鬥爭。佢甚至可能對父母嘅離婚有一些未解決嘅心結，或者佢仍然憤怒，或者佢責怪佢嘅母親。但所有令佢招引出攻擊行為嘅生活挫折都唔係問題所在。佢嘅人格已成為問題。佢已開始鞏固一種爭鬥過度、手段陰險嘅生活方式。佢以罪惡感施壓、扮演受害者、推卸責任以及暗中威脅，作為打擊任何阻礙佢目標之人嘅慣用方式。正確識別受害者同施害者喺呢個故事裏，Jenny 希望幫助 Amanda。但當佢哋第一次嚟見我嘅時候，Amanda 既唔需要，都並非喺尋求幫助。佢需要嘅係糾正，即糾正性嘅行為同情感體驗，而非幫助。Jenny 才係真正嘅受害者，佢迫切需要幫助。Amanda 需要大量對其思維同行為模式嘅糾正，才能令佢到達一個認識到需要、主動尋求並真正接受任何幫助嘅程度。我唔能過分強調傳統嘅人類行為觀點喺理解同應對性格有缺陷者時係點樣慘敗嘅。Amanda 唔需要洞察力，佢唔需要幫助，佢唔需要揭示潛意識嘅恐懼或唔安全感，佢唔需要克服低自尊。簡言之，傳統方法所提供嘅一切，佢都唔需要。佢需要糾正，佢需要設立界限。佢需要被直接面對佢扭曲嘅思維模式同態度，並需要改正佢隱性攻擊性嘅行為。佢過分膨脹嘅自我形象亦需要糾正。呢個係認知行為治療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嘅工作。兒童尚未具備處理大量權力嘅能力，佢哋冇情感成熟度或必要嘅人生經驗嚟負責任地行使權力。通過其操控技巧，Amanda 喺家庭中集聚了過多嘅權力。喺 Jenny 同 Amanda 打交道方面，賦予 Jenny 更多能力，對於恢復佢哋兩人嘅精神同情感健康至關重要。關於自尊嘅重要話，正如許多人咁，Jenny 以為 Amanda 可能患有低自尊。佢好難想象一個人能講出 Amanda 所講嘅話，卻唔缺乏自尊。即使佢嘅直覺告訴佢 Amanda 表現得太過自以為係，佢亦以為這一定係對自己感覺差嘅補償。自尊並非一個單一方向嘅屬性，一個人嘅自尊可以過高，亦可以過低。而一個表現得太過自以為係嘅人，並唔一定係喺補償潛喺嘅唔安全感，神經質型有時係，但性格有缺陷者通常唔係。一個成功集聚了大量權力，並從所有直接證據中相信自己係無敵嘅人，好容易過分高估自己。呢一點喺 Amanda 身上尤為突出，並睇而家佢唔斷爭奪家中及學校更多權力嘅執着行動上。自尊與自重嘅分別區分自尊 （self-esteem） 同自重 （self-respect） 兩個概念係非常重要嘅。自尊 （esteem） 呢個字源於一個意思係估量嘅字。自尊係我哋根據對自身固有才能、能力以及成功得到所想要嘅事物嘅評估，而對自身價值作出嘅直覺性估量。一個清楚自己嘅長處，對獲得想要嘅事物充滿信心嘅人，可以喺從未建立任何合理嘅自重嘅情況下，過分高估自己。自重 （respect） 呢個字字面意思係回望。自重因此嚟自於對一個人嘅個人努力，對社會上有價值目標嘅承諾，以及如果運氣允許所取得嘅成就，作出嘅正面嘅回顧性評估。更簡單嚟講，我哋嘅自尊感嚟自於我哋知道自己擁有咩，而我哋嘅自重感則嚟自於我哋如何運用自己所被賦予嘅東西。Amanda 嘅自尊感無疑係失衡嘅。由於唔將媽媽、老師或任何權威人物視為值得尊重嘅力量， Amanda 對自己有過高嘅估計，而且佢以為佢正喺贏，因為佢成功地利用自己嘅才能為所欲為。但由於從長遠嚟睇，佢好可能積累一段社交失敗嘅歷史，佢將好難建立自重感。
父母有時會唔自覺地強化導致孩子過分高估自己嘅事情。佢哋讚美孩子嘅智慧、外貌、才能，簡言之，所有孩子無法合理地居功嘅事情，都就係講冇承認更高力量，即大自然、上帝或任何你選擇認可嘅賦予力量，係呢啲幸運嘅先天優勢嘅責任所在。此外，父母經常讚美孩子嘅成就，如果同時考慮到其他因素，這係可以接受嘅，但往往冇認識到喺成就中通常扮演重要角色嘅機緣同機遇。唔幸嘅係，父母往往忽略了表揚孩子佢哋真正可以居功嘅唯一事情，佢哋嘅勤奮意願。努力付出本身就值得讚美，而對呢一點嘅欣賞對健康嘅自重感係必唔可少嘅。呢個非常值得記住。我哋唔應該讚美人們嘅天賦，或佢哋設法獲得嘅東西，而係應該讚美佢哋如何利用自己嘅才能同能力，以及佢哋多努力地為社會作出誠實、負責任嘅貢獻。唔幸地，我遇過太多自以為了唔起，但實際上幾乎冇自重嘅年輕人了。父母最深嘅恐懼喺深層潛意識嘅層面上，許多父母感受到某些孩子所擁有嘅積極獨立性。佢哋知道呢類孩子嘅需求同大多數其他孩子唔同。佢哋亦知道，越係推佢哋、限制佢哋或嘗試約束佢哋，孩子就越係威脅要疏遠。因此，有時父母會陷入嘗試安撫呢種孩子嘅陷阱，以免冒着失去佢哋嘅風險。諷刺嘅係，一旦 Jenny 喺同 Amanda 打交道方面獲得更多能力，兩件重要嘅事情就發生了。首先，Amanda 開始相信佢嘅生命中有比佢自己更強大、更有智慧、更有能力嘅存在，從而獲得了一些非常需要嘅謙遜。其次，透過學習到有時接受媽媽嘅指導同方向係符合自身利益嘅，佢發現自己越嚟越依賴型人格嘅嗰種唔健康依賴，而係對佢過去過度獨立嘅一種必要嘅反向平衡。Jenny 獲得更多能力，並冇令佢最深嘅恐懼成真，反而佢最珍視嘅夢想之一實現了。佢冇失去一個女兒，而係得到了一個女兒。防禦機制與進攻手段幾乎每個人都熟悉防禦機制 （defense mechanism） 呢個詞。真正嘅防禦機制係我哋有時會採用嘅幾乎係反射性嘅心理行為，用嚟保護自己免受某種情緒痛苦嘅威脅。更具體嚟講，自我防禦機制係人們可能用嚟保護自己嘅自我形象免受與社會上邀請我哋對某事感到羞愧或內疚相關嘅焦慮嘅心理行為。自我防禦機制有許多唔同嘅種類，其中幾種為人熟知，並已進入日常話語中。防禦機制嘅運用係傳統或心理動力學方法理解人類行為嘅核心原則之一。事實上，呢啲方法一向傾向於至少喺部分上根據各種性格類型最常使用嘅自我防禦類型嚟區分佢哋。正如之前簡短討論過嘅，傳統嘅人類行為理解方法有一些特點，實際上並唔能幫助我哋理解性格有缺陷者。傳統方法聲稱，當人們做錯事時，必然會感受到罪惡感、羞恥感同焦慮。佢哋亦聲稱，人們通過我哋稱為防禦機制嘅自動行為嚟保護自己免受對自我形象嘅威脅。最後，佢哋堅持認為人們係喺無意識中咁做嘅。傳統嘅人類行為同人格模式喺理解性格有缺陷者方面並唔有用。當性格有缺陷者採用某些行為，我哋有時稱之為防禦機制。佢哋咁做並唔主要係為了防止情緒痛苦、罪惡感或羞恥感。佢哋亦唔係為了阻止某個令人恐懼嘅事件發生。恰恰相反，性格有缺陷者採用呢啲行為，主要係為了確保某個所渴望嘅事件確實發生，操控和控制他人，以及鞏固佢哋對接受或內化社會規範嘅抵制。佢哋將呢啲行為用作繼續做社會認為唔應該做嘅事情嘅工具，結果佢哋未能發展出健康嘅罪惡感或羞恥感。此外，喺大多數情況下，佢哋係有意識地採用呢啲行為，儘管習慣性使用令佢哋幾乎係反射性地運用呢啲行為。因此，我哋傳統上認為係防禦機制嘅許多行為，當被性格有缺陷者使用時，更應該被視為逃避責任嘅行為以及操控與控制嘅手段。
以否認 denial 機制為例，幾乎每個人都聽過有人講係咁，佢係有問題，但佢否認咗。大多數時候呢個詞被誤用了。真正嘅防禦機制否認係一種無意識採用嘅心理狀態，用嚟保護一個人免受難以承受嘅情緒痛苦。以 Agnes 為例，一位身體仍然相當健康嘅老婦人，剛被醫院醫生告知佢與佢相守40年嘅丈夫剛剛中風，情況危急，好可能無法康復。Paul 係佢成年生活大部分時間嘅愛人和親密伴侶，佢還冇準備好失去佢。佢面臨獨自一人，冇佢穩定支持嘅前景。佢心想，冇佢嘅生活將無法承受。因此，儘管腦電波圖已顯示平坦，佢仍日復日地守喺佢身邊，握着佢嘅手，同佢講嘢，並堅持告訴嗰啲講出相反嘅人，佢知道佢一定會康復，就像佢一向所做嘅。這位女士陷入了否認，佢並非有意識地咁做，而係喺無意識中保護自己免受當現實最終降臨時佢將會經歷嘅強烈悲痛。隨着時間推移，當佢喺心理上更有準備去承受這份創傷時，佢嘅否認機制將會崩潰。當佢最終崩潰時，佢將失去保護佢免受痛苦體驗嘅屏障，而洶湧澎湃嘅情緒將一瀉而出。將上述情景與性格有缺陷嘅青少年 Jeff 嘅情況作對比。Jeff 因喺走廊中欺凌低年級同學，將佢嘅書本推落地，而被走廊監察員叫停。咩事？佢反駁道：我咩都冇做。佢喺否認呢個行為，但佢係喺一種心理否認嘅狀態中嗎？唔係。傳統觀點認為，一，喺佢嘅偽裝之下，佢對自己所做嘅事感到愧疚；二，為了保護自己免受佢無法向自己或任何人承認所做之事嘅嗰種難以承受嘅羞恥感和罪惡感，佢就係無法承認。三，佢有意識地完全唔知道自己喺做咩。呢啲係危險嘅預設，但外行人同許多專業人士都頻繁地作出呢類假設。呢啲假設喺應用於性格有缺陷者時，都係完全錯誤嘅。更準確嘅觀點係，Jeff 對自己嘅行為幾乎冇罪惡感、羞恥感或焦慮感，這正係佢毫唔猶豫地做出呢啲行為嘅原因。更可能嘅係，佢根本未有承諾以非攻擊性方式與人相處。雖然其他人唔認同佢嘅方式，但佢係認同嘅，因為佢可能之前已多次因其問題行為受到斥責，佢非常清楚其他人認為呢係唔可接受嘅。然而，佢還冇準備好將自己置於其他人希望佢遵循嘅行為標準之下。佢亦非常清楚走廊監察員可能為佢帶來嘅後果。佢可能同樣唔想面對呢些後果，就如同佢唔想改變自己嘅風格。因此，佢最佳嘅賭注係嘗試說服走廊監察員係佢搞錯了，佢根本冇睇見佢所以為睇見嘅，佢對佢嘅判斷完全係錯嘅，佢應該退後。簡言之，當Jeff喺否認時，佢根本唔係喺以任何方式進行防禦，佢主要係喺戰鬥。佢唔係喺一種心理狀態中，佢係喺運用一種手段，而且佢非常清楚自己喺做咩。佢所使用嘅手段通常被稱為否認，但實際上只係簡單嘅撒謊。佢撒謊嘅原因同人們通常撒謊嘅原因一樣，為了擺脫麻煩。確鑿嘅證據可以喺走廊監察員當着佢面叫嚟2-3個其他證人，佢哋全都證實了監察員所見嘅情況。Jeff 可能然後講：好啦，好啦，也許我輕輕推了佢一下，但佢自找嘅。佢整個星期都喺煩我。而家傳統主義者會講佢從否認中走出來了，但與 Agnes 嘅情況唔同。我哋並冇睇到我哋通常喺某人真正從嗰種心理狀態中走出來時會睇到嘅現象。我哋冇睇到痛苦，我哋冇睇到 Jeff 悲痛欲絕。相反，我哋睇到佢只係半心半意地承認，同時繼續執意對抗我哋希望佢接受嘅原則。我哋既冇睇到羞恥感嘅跡象，亦冇睇到罪惡感嘅跡象。我哋只睇到反抗嘅跡象。關於Jeff行為最重要嘅一件事係，雖然佢迅速自動地撒謊，而且好可能係出於長期習慣，但佢並非無意識地咁做嘅。佢知道自己喺做咩，裝作無辜，
以及如此強烈地否認某件可怕嘅事，以至於控訴者開始懷疑自己投訴嘅合理性。從 Jeff 豐富嘅經驗嚟睇，係一種有效嘅戰鬥工具。佢以前令佢擺脫過麻煩，佢希望佢再次奏效。請記住，習慣性嘅自動行為同無意識嘅行為並唔係同一回事。所有性格有缺陷者，尤其係攻擊型人格，都使用各種心理行為同人際手段嚟確保佢哋得到自己想要嘅東西。喺呢個章節即將枚舉嘅行為，同時達到幾個可能導致受害嘅目的。首先，佢哋有助於掩蓋使用者嘅攻擊意圖。其次，佢哋嘅使用往往令他人處於守勢。第三，習慣性使用強化了使用者與世界打交道嘅功能失調但所偏好嘅方式。佢哋阻礙了攻擊者接受並服從一個重要嘅社會原則，從而改變其行為方式嘅任何機會。最後，因為大多數人唔知道如何正確解讀呢些行為，佢哋係剝削、操控、虐待同控制他人嘅有效第8章操控型嘅孩子工具。如果你係嗰啲對傳統心理學模式更為熟悉嘅人之一，你可能傾向於將使用其中一種行為嘅人視為處於守勢，但將一個正喺進行攻擊嘅人以任何形式視為處於守勢，係一個極大嘅受害陷阱。認識到當一個人使用即將描述嘅行為時，佢首要係處於攻勢，呢個認知喺心理上讓你為可能需要採取嘅果斷行動做好準備，以免被壓倒。要列出一個擅長操控嘅人能夠用嚟欺騙他人或喺他人身上佔優勢嘅所有手段係唔可能嘅。但以下枚舉嘅自動心理行為同人際手段係性格有缺陷者，尤其係攻擊型人格，特別係隱性攻擊型軍火庫中一些較為常用嘅武器。重要嘅係記住，當人們表現出呢些行為時，佢哋喺嗰個當下係正喺戰鬥。佢哋正喺對抗佢哋知道其他人希望佢哋採納或內化嘅價值觀或行為標準。